公家体15岁之体，恭太年，多谢阿公婆也拜保佑咱这子孙平安转弯。以后公家子孙做事会更较善意，多做善事，多积功德。 红卫兵！这比行不呀？我听说这是以轰炸法典工艺的。父さんの米は素晴らしい。こんなに粒の立ったいい米、関山でこれ作れるのは高さんだけですよ。公布真牛来！马克思，娘哥，你话欧洲呢？欧洲？俺不搞这个的，选就动枪的，用吧？你要是新麻烦吗？ Please give us. 让妈妈很怕吧。屯公所的资料整理体就做得专精呀。难唔知的。你讲做得专精呀？阿爸吼，听说会动欢喜。这哦，这是拄啊对大坝永乐顶推转来啊，人家到位中卖一半。好笑，这唔是永乐顶的布啊！爱买你去爱买，按你动枪用骗，啊唔爱骗你。也唔爽你骗，叫人都提高行情。20块，你去边买日本来西糖啊？哎呦，真唱起！卖去看两下，爱买深道路。你做兵哦？嗯，在大陆打日本鬼子。OK 了，好go。我是想过，阿爸听说希望我死都难用，用几张做的老妹加本骗你。阿爸怎么要做你呢？冇啦，我去上课，要骗先生供应，唔爽快。娘要做得安娘哦，娘要做得安尼骗先生哦，嗯。说，把这老白老师的事情，系正经的哦。有冇去上课的？衣服卡，同送饭，时间都喺啲书下边。唔送我同学很在，系冇接听。你又去做乜嘅？我喺寮都難用。给人用啥？你后悔用诶？这个卡，对推不读哦，为只细妹啊，佢讲我姓 F 卡。哈？厉害，就拿只三玫瑰偷着。也好，我不会看懂你。你有没有弄懂？文迪，小心啊！来，这台新的米缸哦，电动的呢，加米的速度有够紧的啦。
有希望咧。土金哥，所以啊，莫讲呢，咱唔识偏。还有，俺问我阿爸，其他人喺市卡屯等阿爸去北京进秘书，唔去去带去的。从前个事情哦，俺无想要去赔钱啊。你讲，伊正经想要做来做哦，也无意见啦。你即摆是啥物态度啊？你是咧甲我教死啊？我甲你讲啦，你唔通袂记啊！我也是你姐夫啦。我是好意提醒你，唔通下巴民主。等等，听到没有？跪下！跪下！来到公布，老官府搞杀案倒败，太监要伫迄么个结果，也则讲日本官府、老唐山政府带创的内阁机下摆，公务用咱的时间向前天数，公务唔会唔记得。大哥，不要跑，快，快！范大哥，范大哥，范大哥，不要叫！不要喊！不要喊啊，范大哥！不要喊！范大哥，不要喊！范大哥！不要喊！